和老前人到台湾台南已经是在228事件之过后了，他是在春季大电之后了。他大概是从东北哈尔滨、牡丹江，然后到天津，可能是要告辞，向老前人告辞，然后再出发到上海了，再从上海坐船到基隆了，从基隆再坐台铁往台南了，在台南的六甲乡林凤营，台南六甲了林凤营，在新营南边啊，林凤营了哈，认为地名很好，就下火车，然后展开渡人了，船到这里。后来在台南府城，在孔子庙孔庙北边那一条东西向的叫友爱街，友爱街设立了第一个间佛堂叫纯阳坛，时间好像是夏季大典了，农历是6月15号夏季大典了。后来民国80年代，高雄湖内乡道清新义处的道清复建纯阳坛，称为叫纯阳圣道院，在高雄湖内乡叫纯阳圣道院，里面有把那个纯阳坛的用到的母灯啊、阴阳两仪灯啊、八宝啊、香炉啊、魔香灰的等等的，加那个什么，加那个灯芯的等等的，还有那个挂的图画等等的，都摆设的，就照那个纯阳坛的样子摆设，就是存放在纯阳圣道院，兴义纯阳圣道院。37年6月回到天津，述职，并与孙师母接金线了。39年在香港期间战事逼近，生活穷困了，病魔缠身了，好像说得了喉癌，喉咙那个喉癌，幸得吴敬老前人等前线照料，王得逐渐好转，有透过使用维他命 B 吧。第10殿，民国42年8月，老前人3度回泰，时年48岁，病后重生，发奋道务，成绩属各单位之冠，号称18支脉，18支脉，成绩属各单位之冠呢，后来号称半壁江山呢，一种形容呢，不是说拥有江山了。挂号1160年，中华民国60年，开荒亚洲、欧洲、南美、北美各国，像南美洲有兴义纯阳圣道院呢，道清都去开荒那个巴拉圭后来也有那个一贯道总会。还有所谓的功夫道学院呢，网络可以搜寻找到功夫道学院，脸书也有参考资料啊。第12点，民国70年，巡视东南亚大陆，回台以后，跌伤，脑部自成半残之身，那个就是年纪大了，坐飞机奔波劳累了。生理时钟乱掉了，会有时差嘛？时差就会造成走路不稳了，容易跌倒。像坐船呢，刚
下了船也是会摇摇晃晃走不稳的。搭飞机的也是有那个时差，也会造成生理时钟乱掉，是走路不稳会晕啊，还会造成跌倒。你看，所以有经验的话就是要注意，有出国搭飞机哦，然后就要注意那个时差，小心头晕跌倒。民国77年春季大典，以83岁高龄抱病远至美国洛杉矶主持孔孟圣道院开坛典礼。民国36年从大陆来台湾也是在春季大典之后吧，出发了。你看，民国77年，经过41年了，他也是春季大典那个时候，然后就出发到美国，洛杉矶主持孔孟圣道院开坛典礼，真辛苦啊！归后肌感不舒服了，6月初入院治疗，8月初7国历9月17日上午11时50分足不治了道归真。农历8月份中秋节前归空的了9月初8，这就是农历的吧？农历的9月初8，移棺安葬于台中玉石山。台中玉石山是这个现在义和圣堂单位麻豆单位义和圣堂的创建人陈春来前人陈前人去那边开花，去那边兴建玉石山的佛堂。民国80年代才回到麻豆单位来，然后创建义和圣堂。第14点，何老前人，民国47不是民国47年，是说总共有47年的修办岁月，秉持阡陌之德，始终不争不竞不夸。诚如师母所批训嘛，所垂训垂训透过三才沙判批训叫垂训，老实修道而已。第6点，无敬于老前人，孝慈宽容，平凡实修。祖籍山东，出生于哈尔滨，当地有名孝子，有割肉疗母的事迹曾接受表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你看，妙善公主，你看，多么有爱心断手背挖眼睛治疗他父王妙庄王的疾病哎呀，原来那么多伟人男性能性真不简单所以这个割肉疗母的事迹接受表扬。19岁求道，发心向道，度人设坛。他们年轻就还没有成年就求道，发心向道，度人设坛，真不简单第3里平凡中不平凡，不平凡即平凡。第4点兼具老前人之称故守后学本分不与诸老前人并论，
所以你看这个资料有写吴敬怡老前人，但是他本身是说希望人家称呼他前人就好，兼具老前人之称呼，故所后学本分，不与诸老前人并论，不简单啊。